一方面證實咧香港人咧係健康長壽，但另一方面咧長者嘅政策咧係刻不容緩，特別係嗰個房屋嘅政策上高。民建聯一路係推動呢一方面嘅長者嘅福利嘅政策。最近呢，就智經研究中心呢喺4月份呢，亦都係出咗一個嘅研究報告，係叫做長者住屋新思維。咁裏頭有好多嘅意見呢，有一啲係比較新嘅概念，有一啲係我哋呢個議會亦都係經常有推動。我哋好希望咧，即係政府能夠參考呢啲嘅研究，亦都參考今日辯論呢係議員嘅發言。民建聯呢係希望集中喺幾個方面呢，希望政府能夠多啲嘅思考同埋推動，特別係有啲嘅長遠嘅一啲嘅規劃同埋長遠嘅策略呢，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花多啲時間呢係去做討論嘅。第一個方面呢，就係話，而家有唔少老人家係即將會面對退休之後係住屋嘅問題。而家嘅房協呢，已經喺觀塘同埋喺將軍澳呢，係透過呢個長者安居樂呢個計劃呢，係有一啲嘅優質嘅長者村，個規模係好細，但係相當優質，配套係齊備，而且係相當受歡迎。而家房協嘅位呢，大概只係得500個位，但仍然有唔少嘅長者呢，希望能夠入住得到。所以政府最近都喺土地嘅政策上高呢，有一啲嘅即係先行先試咧，可以咁講。特別喺呢個天水圍呢個地區，就俾咗房協係繼續去舉辦籌劃呢一類嘅優質長者屋嘅計劃，我認為係值得肯定嘅。但係呢啲零零碎碎嘅工作呢，係未俾市民睇到政府有一個比較長遠完整嘅一個規劃。所以將來喺土地規劃上高呢，政府可以考慮下一啲嘅公屋嘅旁邊、私樓嘅旁邊，真係可以有一啲嘅小型嘅優質嘅長者屋，係令到係一啲嘅年青嘅夫婦可以就近佢哋嘅長者呢係居住，甚至嚟講呢，